再来看，咱高雄美国买66台 F-16V 战机，传出讲有可能会合办交机。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指出讲，目前战机操控的软体有问题，佮会做调整哦。也毋过部长是强调讲，2026年全部交机绝对无问题。另外，灿南国造安排伫9月份来举行下水典礼，外界是质疑讲，这敢是要赶伫总统蔡英文任内举行？也毋过邱国正是否认。国军强化空防战略，向美国购买66台 F-16V 战机，抓拄到飞行软体的研发进度延误，恐惊延误交机，都要听候明年第3季才当出厂。对这代志，国防部长邱国正25回应，已经编组专案小组来了解状况。美国当地修正改进，国讲2026年全部交机无问题。目前已经有原型机2架出来啊，但是呢，因为那80他们采购了嘛。但这2架原机，它还不断的在那边在改进。那我们当初所预定就115年可以全部到位，这个是没有变的。江南国造要拼9月完卡完成落水典礼，邱国正表示乐见，强调安全上重要。不过落水时间选伫蔡总统卸任前，也互人质疑是为政治落水引起讨论。我要赶快赶在他之前，我要完成。好像变成好像某个人的一个他的这个攻击啊这一方面的，国防部不会这样做这个考量。国军也伫强军环台可能登陆的14位红色海沙堡持续验证，在迄伫宜兰头城海沙堡展开2车攻防演练，派出 AAV7 2车突击车来担任敌军进行抢登陆。邱国正表示，中共军舰捌伫西太平洋出现。台海若发生战事，并无前后的分别。不过有内卫是关心国军敢会发展水下监听系统来掌握中共潜水舰的动态呢？除了用这个情资共享啊，大家来这个分摊以外，另外我们当然有必要去做一个研发。在研发的过程啊，我想说，他海军已经在规划。针对中共无排除以前必服，邱国正坦白讲，敢紧张无路用，逐工持续建军备战。今年汉光演习是毋是纳入通机场？邱国正讲有考虑，北中南作战区各区的任务拢会纳入实兵的演练。记者综合报道。